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讲，爸仔囝咧冤家，老爸看到囝衫穿了小可较老的，就念啊，讲你安尼穿甲不甜不怪。哦，这句话，国情有专工去编。日本时代大日大书典内底就有记载，表示讲100年前的台湾人就已经有咧讲。民间就咧流传这句成语，啊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不甜不怪。原来有人即马讲不甜辣解，总讲啦，老爸看囡仔打扮了较新潮派咧，有当阵啊，心内就会感觉不满，就会对囝加闹两句啊。当然，清查是在人的，我毋是讲吼。我伫老爸这边毋是，这个算社会形容词，都有人咧用。我找出来解文说你甲你探讨你，因为囝互老爸念伊嘛不好嘛，有当阵啊就印嘛，印落去老爸就骂了，搁较严重，就讲你安尼正死正活，就是讲吼，活也要正，死也要正，这个成语原来是较早老爸咧讲的，正是当时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啊死甲活是对比，总讲一句就是讲。我咧甲你讲，我咧甲你念，你安尼有理，你也要甲我反驳；无理，你也要甲我反驳。才有即句正是正活，谈社会伫咧流传。啊，即个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的成语，咱甲排比起来，咱就会当了解。较早的台湾人咧讲话，变化万项，安尼发挥落去，形容词加外丰富咧。啊，毋则讲囝甲老爸安尼印两句安尼啊，边仔啦，姑阿姨啊、伯啊、叔啊不满，就甲即个下背念啊，讲你真正安尼无累无退你啊，无累无退。即原来较早日本时代当就有讲安尼，无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啊无累无退，字典咧甲咱解说就是讲，无分大细，顶辈下辈，你无咧分，表示讲吼，你对老爸印这个话实在不应该啦。啊，毋过即句目前伫社会各种所听到，原来有人咧表达啥？表达讲，即个人举止行为太过白目，无累无退。国情啊，我今仔日吼，毋是讲徛伫老爸迄边，毋是讲鼓励一个保守的价值观，毋是呢。我是整理讲社会确实人有咧讲出个形容词、成语三句甲摆做伙，甲咧研究一个台湾话应用的艺术丰富的所在。